想要同迄人无穷样的人，亲自喊来土台湾文化呢，你会记有其自家的想法，无听迄做太家的想法来结做人，也系提做，天意你迄其关心台湾的人，关心台湾的人，有请对文化有兴趣的人，也系天意做，第三种你迄其关心公共事务的人，关心社会，关心公共事务。也种嘅人，佢咩亲适合来土台湾文化，因为台湾文化呢，佢係象牙塔底部嘅也種嘅學科，佢係一個同社會同土地親有密切關聯嘅一種學科，所以喺講對一個社會對土地有親有想法，喺講親同人無溝養嘅人，有親適合來土台灣文化呢。应该说比较热情的啦，就是你要了解这个你自己身处的大概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时代，对这种呢当代意识非常有兴趣的同学，对，那会比较有这种社会实践的这种想法意愿的同学，我觉得其实是最合适的。或者说我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几年前的318学运那我们系其实是全部成大唯一办停课。对，我们的停课的意思不是我们都不上课，而是说因为学生就那时候大家其实对这个事情都很有感受，那所以学生呢他们就会自愿发起说我们是不是来因为那时候有一些学校也开始罢课了，那我们就会希望说把它转变成就是罢课，但是是学堂，就是用民主学堂这样子的概念，这样子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变成说老师原来的课停，但是我们还是转换变成相关的这种跟民主有关的题材的那个课程，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在台湾讲堂上课嘛，然后后来你也会发现很有趣，就是说当时有一些其他科系的学生关怀这个议题的可能会过来，但是后来他们就转系过来，对，因为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大家就是关心的是比较同样的东西，对，所以我想这一类的学生就是会很合适。全部的人拢适合，只要对台湾有兴趣的，是台湾人也好，甚至不是台湾人也好，只要你对台湾这个土地、这个社会有兴趣，拢会使来读，嘛真欢迎。其实咱遮小的学生不是敢在地这个学生嘛，嘛有真侪这个留学生嘛有真侪这个外国来的学生。实际上就是拢对台湾，咱遮的人，有兴趣，所以才会来读。其實土台灣文化呢，佢嘅出路有真大。比如講，人可以看到為台灣文化呢畢業嘅學長姐今年嘅工作來看嘅話，有真大種。像講唔可能可以繼續做寫作嘅工作，係講唔可以來做導演、編劇嘅工作，唔可以睇編劇文本的時間，唔具備台灣文學一個素養，唔有透過青島台灣文化嘅作品，所以唔可以朝向一種方向。另外，係講唔對研究個有興趣嘅話，唔係可以繼續從研究所來做研究嘅工作。第三，你係講唔可以做文化行政嘅工作，文學行政。如果唔有台灣文化嘅基本嘅訓練，下擺可以睇文化嘅博物館，係講地方嘅文化區、文化局，係講文學相關的博物館。更加台灣有很多嘅文學館舍，其實都親適合台灣文化呢畢業嘅學生咧，因為啲會讀書，所以人因為台灣文化嘅畢業以後可以做嘅工作其實非常多。我們有很多的學生其實是出去以後會做，我知道了，是很多人會去做那個人力部門，因為人力部門好像要做一些訓練、培養人才，或者甚至就是說招募人才。然後以前我們畢業生回來，他們分享說，他們覺得台灣系的強項在哪裡呢？在於我們的那個整合規劃能力比較強，因為我們可能就是說對於當代會發生的各種問題，我們比較有課程，而且比較有討論。
所以我们学员对这方面就比较有 sense。所以呢，好像就是说我们要现在应征人才，那我要怎么样问，或者怎么样知道说你这个人进来对我们是不是会有帮助啊之类的。那就是他们这样的人也比较容易进入这种人力部门，好，或者是企划部门，对。所以我觉得这事实上也就是我们比较需要的人才，跟我们将来比较出去会做的工作。不管做啥物，我想这拢是各位的未来啦吼。总是较短我嘛小可讲着，就是讲咱台湾系对即个人文的关怀甲思考，包括对现代社会的看即个深度甲即个批判性，拢是介悬的。为即个批判性，所以咱常常嘛咧教咱遮的大学生讲，其实是培养要安怎思考，训练家己思考的一个过程。即个透过即个思考的过程，当然毋是干那对学问的即个思辨，嘛是对家己的责任，也是对台湾将来，也是对即个台湾社会整个的社会，家己会使了解讲，啥物是咱应该爱行的路，咱想要行的路，嘛提供一个新的思考即个方向，包括讲对未来的即个想象，总是较无受到限制。